深圳金融國際中心自助餐，入進來好多嘢食，這些是熱食，醬料也很多。再來是麵、米粉、河粉跟多種菜和各種丸子，這邊有四川菜，麻辣小龍蝦超好味。呢邊有椰子燉雞湯，椰子味很香，有各種海鮮可以回桌上打邊爐，很多不同的水果。日本壽司區有各項壽司同埋刺身，點笑得冷凍海鮮即食區，重有多種類甜品根本吃不完，各種款式都不得不試。有空去深圳試試，下次再分享美食。